擁有開揚嘅馬場景觀，閒時仲可以帶寵物落嚟散下步、緩步跑。想有呢種生活態度又唔使住到太遠嘅，因為最近正有個新盤坐落於跑馬地附近，位於活道15號嘅 Woodus。呢個盤可以飽覽到馬場景色。向來少有新盤嘅港島區，即使近年開始有新盤推出，位置都係較為遠離中心地帶，亦即係中環至銅鑼灣。而今次喺灣仔有新盤，當然即刻落區實地視察一下。由恒基地產發展嘅新項目 Woodus， 位於灣仔活道15號，地理位置上有3站優勢，因為由呢度行去灣仔站，步行距離只係7分鐘；相反方向行去銅鑼灣時代廣場，都只係行8分鐘。至於第3個站，可以經灣仔行人天橋去到會展站，乘坐東鐵線直達羅湖、落馬洲，或者坐一個站去紅磡，就可以接駁到屯馬線前往新界東或新界西。除咗交通便利，呢個新盤部分面向東南面嘅單位可以望穿摩利神山泳池，見到開揚嘅跑馬地馬場景，遠眺渣甸山、紫羅蘭山等山脈。進一步了解新盤設計，就同大家嚟到位於中環嘅展銷會睇示範單位，現場模擬咗一個22樓 F 室嘅兩房無改動單位，以及一款無改動嘅 A 室3房1號單位。呢個3房單位實用面積係598平方尺，一入門口會先見到一個客廁，方便住戶入門口立即洗手清潔。由於呢個大單位嘅3合1露台，將來正就係對住開揚嘅馬場景，所以設計師都將露台門設計成全開式玻璃門，提升室內嘅空間感。由於呢個3房單位嘅設計，將房間擺喺廳嘅兩邊，所以省卻咗通往房間嘅走廊，間屋嘅可用空間變相提升咗。主人房連套廁，由於廳房同向，所以呢個270度大窗以及其中一間客房嘅180度嘅大窗都可以飽覽馬場靚景。浴室同廚房都用上好多木製飾件，廚房嘅爐具、抽油煙機等設備都係歐洲名牌。為咗提供更符合香港室內環境使用嘅家居產品，發展商就同意大利品牌 Bawazi 合作，共同研發房門、門框，再配合意大利 AGB 嘅門鎖同防撞膠條，提升單位住客嘅居住體驗。另一個示範單位實用面積431平方尺，提供咗近年極少有嘅兩房緊廚設計，廚房嘅備餐區同收納空間同樣充足。再睇睇整個屋苑設計，住宅大堂有8.8米高，懸浮住以樹木年輪為靈感嘅藝術吊燈，目之光影。連健身室都用上木藝健身器材，仲有呢部好受女士歡迎木製嘅普拉提機，充滿奢華感覺。新盤 Woodus 樓高28層，總共提供167伙，成個盤主打兩房戶型，佔117伙。5樓至29樓係標準單位層，提供1至3房戶，實用面積介乎282至598平方尺。最高嘅30至31樓係特色單位層，只係提供2房及3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540至1016平方尺。新盤附近除咗馬會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球會集中喺度，例如木球會、香港足球會等，都係一個充滿活力嘅社區。除咗活力，呢度仲好有食力，因為好多優質餐廳。另外，年輕夫婦買家相信會更加關心校網問題。新盤位於12小學校網及灣仔區中學校網，區內名校林立，有聖若瑟小學、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、黃仁書院等，好學校嘅選擇超多。對於物業投資前景，香港經歷咗幾年樓市下行之後，根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顯示，樓價喺1年前低位嘅135點，微升至最近嘅140點，表示樓價有可能從谷底回升緊。呢個盤憑住係同區罕有新盤嘅優勢，加上獨特嘅設計、優質嘅校網，相信會係區內物業嘅新焦點。